123分。前面呢兩邊啲手勢一樣。A 場6014號運動員最後得分7.176分。A 場6016號運動員最後得分7.886分。C 場運動員401號最後得分7.756分。可以查一查先，嗰啲鬆軟啊，啲收到，分咗更加好啲，打俾好啲。45度嘅上個走底賽，你想90度嘅一定失手嘅。係啊，你轉腰一定係上45度。殺太快啊！即係連到時間啊！B 場8005號運動員最後得分7.5分。嗰啲腳唔乜嘢喎嚇？睇分腳嘅時候啊，沙。而家睇分腳啊，真係玩扣分制嘅。咁啊，頭隻腳都幾輕靈。呢三個都唔錯嘅。睇下。係一個唔失手啊，有信心。呢個玩，第二個啦 C 場運動員4098號最後得分7.263分。如果話未搶都有啲劣勢，唔係今年打得幾好，有質今日嘅。通常啲人啲腳都歪下歪下。係啊，隻腳要同呢啲，如果豎起條腰嘅地方唔及嘅。你隻腳打邊波咧，佢哋腰係直啲嘅。啱先定嘅都喺度。我哋幾個。B 場8046號運動員最後得分8.093分。好混水喎，實你真係好打唔快啊！C 場運動員4026號最後得分7.906分。
嘅。